妹妹你做咩喊得咁凄涼嘅？原來係因為黃君馨喺劇集入面死咗，搞到佢好傷心啊！花晚被殺，搞喊陸永囡囡，黃君馨拍片安慰。陸永囡囡 Hannah 係電視迷嚟噶，之前睇姜已經話要打俾螢活着。星期四晚播出嘅《城寨英雄》，花晚俾人刺殺，搞到佢喊到爸爸聲。花晚姐姐黃君馨見佢喊成咁，都唔忍心，要拍翻條片安慰下佢啊！我想同 Hannah 妹妹講，君馨姐姐只係拍緊戲，你都知道嘅，所以就唔好咁傷心啦。我冇事。係咯，君馨姐姐冇事，Hannah 都係笑翻先靚女啊！我哋又睇下另一個靚 BB，就係周文琪嘅 B 仔啦。Q 到爆嘅佢最近學行，媽咪 Kathy 星期五出活動，話之前去咗旅行幾日，已經開始頂唔順。喺第5日開始啦，我已經開始咧好掛住啦。咁啊 send message 俾我媽咪，可唔可以 send 啲 video 俾我？所以返到嚟都忍唔住 share 仔仔飲椰青片，仲教仔仔讀 coconut， 真係好 Q 咋！蘋果 App 新功能，入嚟設定可以揀收消息通知，set 靜音時段，仲有得校字型大細添。